人生如戲，命中注定我要重受嗰段記憶。經過前菜同主菜環節之後，全亞新秀烹飪大賽進入最後甜品項目，嚟自日本嘅長崎可愛。中國香港嘅蘇文芳都以17分領先，而嚟自韓國嘅韓卓希呢就稍微落後喎。睇嚟如果卓希想贏出呢個比賽，就要呢個滿分10分至得啦。呢個環節要用大會所指定嘅食材。好啦，依家唔該參賽者伸出你哋攰到隻手。緊張嘅時刻到啦，究竟佢哋要抽到支咩籤啊？結果已經有啦，次序係香港、日本、韓國。唔好咁啦嚇，反正機會都好啦。咁事不宜遲啦，即刻請出有綽號廚神佳麗嘅蘇文芳，大家食材啦。佢揀啲咩咧？麵粉、牛油、雞蛋，仲有啲都噏唔出名嘅嘢喎。睇你都好正路啊嚇，係咪咁講，Steven？我估都係啲保守嘢嚟嘅啫。好啦，睇嚟蘇已經搞掂咗啦。日本嘅長崎可愛，你真係幾時都咁可愛嘅啫！快啲揀完好翻嚟啦！佢真係好似不停咁向住食嗰進攻喎嚇。咦，卓希做咩咧？定咗格咁，唔通佢諗住放棄？我係唔會放棄㗎，冇人可以教我放棄。好啦，咁多位參賽者都已經夠就位啦，比賽即將開始，限時得半個鐘㗎咋，唔好要我哋尊貴嘅評判等啊！做咩咧嚇？我哋香港嘅代表好似有啲奇怪嘅舉動喎。怪得之叫廚神佳麗特啦，因為咁，樣樣都計到咁盡，又叫蘇文峰，又唔見你算命。長期講話整啲咩？喂，小心啊，切到手啦！最好似有啲唔妥喎。比賽時間淨係剩低最後1分鐘啫，香港同日本嘅選手咧都做緊裝飾咯喎，但係卓希仲坐喺度嘅，佢都已經坐咗好耐㗎啦喎。佢有行動啦，係我雪櫃拎啲咩咧？5、4、3、2、1，夠鐘！評判已經準備好啦。首先請出香港代表蘇文峰介紹佢嘅甜品啦。相信大家都睇得出，我做嘅就係香港人引以為傲嘅美食菠蘿油。佢唔同一般茶餐廳嘅菠蘿油，佢係用咗有機麵粉同埋超低脂植物牛油做主要材料，經過嘅精密計算，每個包只係有10個卡路里，膽固醇只有0.01毫克，食100個都唔會令你肥1磅嘅超低卡美味菠蘿油。我叫佢做食極唔肥酥酥菠蘿油，請享用。之後係日本代表長崎可愛，快啲啦你！大家好，我今次做咗咧就係卡哇伊鬆鬆3個批啦，我就用咗12種3個啦，42種做法做出嚟嘅，最後尾咧就做咗又可愛同埋又好味嘅卡哇伊鬆鬆3個批出嚟啦，係咪好新鮮特色？之後係韓國代表，一直都保持沉默寡言嘅韓卓希。你點做到啊？大會提供嘅泡菜又酸又辣，根本冇可能做到雪糕嘅。而你咁巧妙地為到雪糕嘅甜味，混和翻泡菜嘅酸辣味，入口即溶，跟住又甜又滑，加埋個少少泡菜粒，口感十足。泡菜味喺食雪糕之後，再慢慢由喉嚨滲翻出嚟，先係酸，跟住甜，層次分明，實在太神奇啦！你講，你覺得點做到嘅？就憑呢個雪糕背後嘅一個故事。
花展得，花展得。哎呀，贏咗啊！好啦，花展得。哎呀，我又贏咗啦！你做咩偷食啊？你好似輸咗喎，唔係咁樣嘅喎。仲未煮飯？啊，對唔住啊，啱啱整咗雪糕俾小希食。飲唔飲酒啊？我叫飯啊！知道啦。小希，媽媽煮緊飯啦，乖下，自己玩住先啦。有一次我好想食嘢，我不停扭計要佢即刻整啲嘢俾我食，但係屋企就剩翻少少泡菜同埋忌廉，佢就發明咗呢個泡菜雪糕，亦成為咗我同媽媽唯一嘅聯繫。後來媽媽因病去世，就再冇泡菜雪糕食啦。直到呢一刻，我至發現媽媽對我嘅重要性。我真係好後悔自己唔識孝順，但係依家先識後悔已經太遲啦。比賽一隻處於下風，我真係好絕望。我心諗，唔通真係連個天都唔中意我？突然眼前出現咗泡菜同埋忌廉，我諗到嘅就係我媽媽同埋佢嘅泡菜雪糕。我明白唔係每個人都接受到泡菜嘅味。但係我知道，我應該豁出去，因為我淨係想將我媽媽發明嘅泡菜雪糕發揚光大。個故事實在太感動啦，個故事實在太凄慘啦。媽媽雖然不在世，但係你嘅心意，佢認為喺在之有嚟感受到㗎。請你評分，各位觀眾，1分鐘之後，我哋就會知道結果。究竟邊個會成為我哋嘅新手呢？結果就喺我手上。甜品回合各參賽者得分係香港選手得到9分高分，香港選手得到8分，香港選手得到8分。阿三，我呢個想講。我極之欣賞韓卓希嘅泡菜雪糕，雖然今次攞唔到最高分，但佢絕對有潛力發展落去。卓希，千祈唔好放棄。最後嘅賽果冠軍係香港代表蘇文芳，恭喜晒！蘇文芳好嘢，好嘢！食下你個雪糕啊！終於呢段回憶唔再係只有後悔同埋慚愧。如果媽媽仲在生，佢一定好開心泡菜雪糕有出頭嘅一日，同埋我可以揾到一個真心欣賞佢嘅泡菜雪糕嘅女仔。開始。小希好唔好食啊？真啊！小希好唔好食啊？我未食啊！好多，我未食。佢玩嘢。喂，預備啊！嚟多次，嚟多次。認真啲，認真啲。我食得，阿細你講啦，3、2、1。小希好唔好食啊？你跟我做一次啊，嚟。我玩嘢。